的。这是蒙古人。태동치기 지나서도 카르톤 땅에 눈에를 두두 태동치기 어디 러시다 하는 게 하고 봐. 아 다와지 듯이 대어물로 섬추. 他日语说的挺多是吧？你会说日语吗？不会啊。不会啊，我们一直在讲英语和中文啊，是吧？哦，他说的是他。他会说日语吗？好像是。第中间第怎么了啊？你这什么的写着吧？不要随便讲一下。哦 ，Fly ANU。这个是这个歌老火了，我跟你讲，现在在国外也特别火。藏文。分辨藏文跟蒙文的这个区别就是，我觉得不像哎。就是我一直分不清这两个文字。好开哦。然后我看藏文可能就竖话比较多一点。哦，对，确实，文字是有点像。然后蒙文的话就比较尖一点，我感觉。哦。啊，那中间呀，好吵死。我家倒是有一个很早之前我外公去援藏的时候的那个转经筒。哇哦！哦，你外公还援藏啊？我外公以前是当兵的，他好像是30岁还是40岁的时候去藏区待过1-2年。天哪！就那个时候还是非常蛮荒的一个。对。然后后面好像说还参与了一下那个青藏铁路的后期保养。我挺崇拜我外公的，说实话。小的时候想当兵就是因为我外公，结果后来眼镜戴上就当不了兵了。是，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我也是，我本来高中的时候我度数超好，就是我眼睛超好，可能就5.0、5.1这样子。我现在也是近视。现在大家都这样，因为手机。西藏那边我就没见过几个就是在西藏原生的朋友就是戴眼镜。对，会比较少，比内地要少一点。少很多啊！我天哪！真的？我那个时候高中里面，我们班43个人，正好有40副眼镜。哦。剩下3个是少数民族，就这样。可能是这样子。对，身体素质也会比较好，各方面嘛。那我特别喜欢喝酥油茶。真的吗？是不是咸的，很好喝？对，我还以为很多人喝不惯呢。之前广富林那边办过一次那个西藏的那个文化的一个展还是啥的，我去那边买了2包酥油茶，哇，好好喝，我去了。哇哦！可以当早饭吃这个东西。哎，改天我要不要给你一个藏面？因为我买了一个藏面，超级地道。藏面？对，就西藏的那种面。糌粑吗？不是糌粑，就是那种有面有汤的那种。哦。是素食，但是真的那个味道真的超 local。可以啊，我到时候我下次给你，你可以尝尝。我在67那个3号楼。3号楼。对。我在这里。哦，那好近啊。我原本住这。那你不会睡不着吗？有时候因为这边有点吵。没事，我有耳塞。哦，可以，我下次给你那个藏面，你尝一下。可以看看，不行，大晚上孤男寡女，你们在约会吗？没有孤男寡女啊，1、2、3、4。我就边吃然后边直播，大家就一直在说好不好喝，上链接啊，家人们，上链接。Next announce 啊。你工作，但你明白，你数就这多 ，Oh my god， 这都1点了，还有300多人，能网购吗？可以。1点，其实还好。网上能买到吗？可以，确实。我看很多主播他们都是12点才开播。有一些打游戏的，他是11点播到凌晨2、3点的也有很多。天哪！为了赚口饭吃都不容易啊，家人。素。网上能买到吗？可以，直接搜那个藏面素食，应该抖音上就有。我感觉是在抖音上买的，还挺好喝的，挺好吃的。网上买到的可能会打折扣，不一定正宗。我本来以为它会不正宗，因为是素食嘛，结果还可以。权威认证。对。认证这个牌子。对。英国人呢？没有英国人呀。昨天那些是什么塞尔拜疆啊，什么土耳其啊。那里面有个男生，我也是。昨天第一次见，因为是我朋友的朋友。都是华证的吧？应该。除了我朋友是上外的，其他都是华证的。蒙古人呢？蒙古人在这儿呢。看一下。几个？我不想记，算了。
明天没课吗？我没有课了呀，我现在都结课了，我到毕业为止我都没课了，彻底没课了。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你叫不到这个，新疆难过，你给我就过。你应该讲你那个图工那些啊，你但都没看啥啥，超过闹了。哎，你来接了更多的青年人，超过10年人，你看都超过闹了就那，就那个图工那些啊。Thank you, thank you, 撒娇嘛的要嘛。你差不多生意出回去的，这样子意思，零基础的考不起的可能做，零基础会有一点难。我也再学习一点点，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很好了，那很好了，加倍了，哇哦！那你可能做呢？当然就给电视。Good night, sweet dream， 耶！你的啊，你的，新疆难过。你们这边正常可以练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刚跟豆包学的，我就是想拿豆包呢，但是他去既然给我的啊，就你落去了，这些你搞住的，但是这豆包的吧，你那啤酒当搞主动的，豆包给啤酒当我差不多这么拿了。好想说一句流利的英语，但我只会说 hello。没关系，慢慢来。你就说 I'm fine, thank you， 够不够流利吧？对呀、是不是？对，大家都现在都差不多，没关系，慢慢来，会变好的。只要你对这个语言感兴趣，我觉得还是很快的。只能说中式教育的英语课会有很多英语天才。对，이미레스도老师교육을 했어. 그냥 인지도 이제 야구 겸도야. 그래서는 인지 너 다가라면 이제 인지도 너 야구 직접 고 말. 때문에 럽수 교육 안 해. 야바英语。阅读满分，听力满分，出门一张口阿巴阿巴，对这样。对，中式教育，对，天呀，长安，你的对象呢？我没有对象，什么玩意？有几个？你男朋友是哪个名字？啥玩意儿啊？这些都。哪个学校的呀？我是华政的。我直播间直男很多，感觉。直男，并非直男。为啥不找？因为我在等你呀。I'm waiting for you. Yeah, I'm waiting for you. 老乡你好，啥？老乡你好，去趟考完嘛，进去当对吧？啊，这我的豆豆的，只你够对啊，你捅不到，只你对噻。You know you love me, I know you care. Just show me never. And I'll be there. 我也等你说等着吧，你就，偏不点音噻，类似，那偏不啥干话。We're just friends. 下次中的。When are you saying? 下次去让给从那里家表啥读音的，偏不考啊，啥干考啊。My first tim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now it's lik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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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ike baby. 哎，对，想练口语的可以去唱英文歌，对，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对，我上次也在讲。你可以从慢的开始，然后慢慢的去学快的，而且这个东西会非常的有意思，真的不会枯燥。之后直接到 rap。对啊，我现在就唱艾米纳姆。对。到哪天你能发现，你能把艾米纳姆 rap god 唱下来了？什么了吗？啊，对的，你就已经超越99%的 native speaker 了。真的是这样子。在哪里？我在我那边我的，但是你看我的有可能做，我等到上海里的上海。我那时候姑对的，当他推过嘛，先给人推过去说啊了，推过去说啊。哎呦，顶给他们在挑东西对没呗？第可的，就没第了，得是老板，工作还举报去。后面就能变麻辣鸡了吗？啥意思？麻辣鸡 Nicki Minaj。哦。
有一个那个黑人女 rapper， Justin 跟 Justin Bieber 一起唱对 B 的那个是不是，Justin Bieber，You know when he with the rainer，对，就他。对，我大部 Young 分 Money 对 Young Money， 我大部分音乐也是从音乐里知道的。Good job。 Show you off。 Tonight I wanna show you off。 对的，就是这个。哎哎哎 ，What you got？ 哎耶。Bungku mau siapa tu tang lo di ni di, aku nak zonga tu pun nak sih atau jangan ah tiada apa. Tapi mi sabu injual tu, mi sabu injual ni kita zonga tu cakap. Ah, tapi Hsinchu lo mau dia yu Shanghai lo, Hsinchu lo mau lu ni belum dia yu. Ani ming le dian zhi sang ah, le se pem ne yin了。Ani tahu ah, cinta tu benar lo nak payah tu ni yin, tapi betul je ke cikgu kerja jadi cian deh。对面的是店的，是他们买店，我他没拿了，我现在才我拿得不嘛的，要不嘛的，就没得啥，来，能语就没准备呗。藏语真的跟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像。真的吗？有些人说听着像那个韩语。不，完全是两个东西。偏不可能吧？是偏不该去内因了。西藏是不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问题，从古到今就比较封闭，就没有什么跟别的地方交流的机会？就它的文明只能自己慢慢的就内部消化。是吧？也没有吧。比如说之前就是跟印度啊、尼泊尔啊。那印度、尼泊尔也是，你说如果硬要扯关系的话，好像也就是打了几仗而已，是不是？算吧。对吧？你像北边是喜马拉雅，然后东边又是塔边青唐古拉，这种山口都没人进得来，也没人出得去。所以有时候就是以前打仗呀什么，经常赢也是因为有地理上的优势嘛。对啊，就感觉所以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就导致它的语言就没有那么多相似性？我不知道，应该不全是地理原因吧？我觉得。但这肯定占大头啊！你像新疆那边可能就跟叫什么波斯语像一点，就因为他们交流比较多。是因为藏语这种就是已经很早就有了。对啊。就在韩语之前就已经有了，韩语之前就已经有藏语了，韩语都是从藏语那边借鉴过来的，所以有时候听着感觉藏语说很像韩语，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用了几个点吧，感觉还是东西不太一样。要回去了吗？哦、you want to go? Yeah. Okay, see you next time. Yeah. Bye. Bye. 哎，这个是滑板人的这个。好，你就这样吧。得练习一下。Hands clap go. Bye. Bye. Good night. 这个是我们玩滑板都是碰一下再打一下。哦，他说他有1.95米。差不多。哇，好高的。1.95米，要不是他背驼的话，感觉看起来会高一点。跟尼泊尔步的话很相似，不像吧？不像。姐姐多高多重？1.67米，120嘞。非常健康。老乡还不是吗？带你自己去的，带你自己去。来光顾一下你主页先。可以。我这个错了是按照这边来看给看那个，好恐怖。年没白看哪次的，能就看哪次可最在纽约，就最什么时候在去你家下去，这等多了没现在就用干的去。这是那个宝莱坞的。因为我们藏族很多就是在小时候就是经常听那个宝莱坞长大的，就印度的，印度歌长大的。三傻大闹宝莱坞是不是就这个宝莱坞？对，宝莱坞其实就跟好莱坞一样，就是整个印度的娱乐圈就叫宝莱坞。对。When are you going to Nepal? I mean, I don't know, maybe next month. 3点左右睡觉去。有。I want to learn English, but how is it? 这不会是喜马拉雅？No, it's not Himalaya. It's another 雪山吧，在培育，在尼泊尔，对，是另外一个雪山。我感觉这个山形很像的是。啊，인지장은 카푸어로 했어. 카푸어 말이.华盛顿。Amazing. Blackpink。
啊，对，我在纽约的时候就去看了一下。Blackpink 现在都已经 Popular Music Arts Mr. Danger。I'm not sure。这纽约时代广场。从哪里开始好呢？先从英语的字母开始吧。如果你是零基础的话，그냥 계속 멍시제면 아니라 A B C D 는 잘한다。A B C D罗蛋酱、鸡蛋酱这些，你克里些吃些，你克里些给几些，俺天天做么些，你压力住。哪怕可能健身设备的多，입실이多对吧？你多对吧？很多你切不吧？健身소보다 이제 류전 집에 입실이多的，섭들이多。我觉得你是一个宝库，哪儿在起的噻？但是呢，俺哪儿在起的多？俺这给些年呗，俺这给些些东嘞，但俺没去考不上了，你要给些年呗，俺得给些年的。权志龙。俺得给些些，那俺做粘土，预备，你连线小的。呀，预备。权志龙吗？对，权志龙。我去。我小时候小学4年级开始我就喜欢他。What is your future plan for in Western country? Or I don't know. I don't have any plan. I don't even have a P. 不会说英语是啊。看我妈的，你别个就在这上面别个就不多，别个就不多。那就给些年呗，些年没呗，当俺再给些年没呗。怎么了？我昨天去先没俺的，你手已经睡了噻，俺嘞有，说点啥呢噻？看嘛的，你天东在这肯定是多，你肯定是，那我肯定是多，你这咱这上不得的，你这是俺老大年嘞，年前切是吧？我靠，真的很感谢你的直播间啊！多少？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同时关注我。你看，这就是藏族同胞，很善良的。我太喜欢藏族了，我天！你这块头过去，你妈妈给我都，他现在听到之后没让头过去了，搞不就凶险一就这个涨粉量，我决定在你直播间多待一会儿。以为这些年 ，No one want to talk to me. Okay, I'm sad. 想说但又不敢噻，不要不敢，这两个我那给这些的人们都可以看一下对面吗？可以看一下对面，他的账号是哪个噻？我在里面，你好。你直接就是你说个你好。他的 Australia 几千噻？我得通过的，我的，你好米好是你的嘞。可能和 M 离得太近了。我的可能做没让他推过去给他噻，今天是给谁推走呢？什么？没关系，我不会看。不要拍蚊子噻！哟，你那我那今天就你刚摆个好无语呗，但是这样子行不对，这样是那个伢子修着噻，现那是给。然后高中给应届给男的找不多噻，哟，这些年没呗。No one want to talk to me, I am so sad. 哦呀，但没几团是。肯定像高中英语老师。对。嘴替这一块。嗨。Hello。就是我。工资吃不了多少噻。有，不。拿啥？带底钱没有？哎，等一下，你不用管我，我点错了。好。很多一般俺带给些年一般，俺子干么20度，给些点钱，俺子底下。俺现在你后头了吧？又来7个人，真的假的？哎，大家都真的好好呀，我觉得。我的妈！上海个特别，那当的那不是洗了不到噻。哇，还没睡，还没有。生意达到了，但都没忙我洗那么多啊，生意了不怕人不起去。英语我不会，因为上学期总是逃课。哦，那就不要逃课，好不好？没事，逃课也不要紧，因为课上的英语没什么用。也是啊。比较还没睡啊。All my friends, the night is young, the music's loud. 给些年一呗，会不会觉得是卡的？You don't know. 咱高中的那里，上了高中的那里，天津南开，但稍微不过，还错点，你特别个吐去。
不小心碰到了我的痘痘，我的妈呀！这个痘痘老疼了。蒙古的还在吗？啊，不在。刚走。在上海除了你，还有没有样子偏北 miss 啊？周线。You are so beautiful, thank you. 你瞧，你叫偏北的东，偏北给小大家给些哈。日喀则这个歌。You can invite 3 to 4 people, then welcome to. Okay, maybe yeah, I should do this. 同志上麦。That's actually good decision suggestion. 我让他。主要是我上麦的话，他会有串，你知道吗？没事我。会有回音。我操！大弟可嘞？我的。What is this？ 这是聊天室。Kobe Bryant。那去。Hello guys, kunanzo kamsan. Kamsan, karnung요. 叠起来的。哪来的事？之前的大姐之前拿的，刚没送的。谢谢你呗。看这吧。对。有。这是我的水吧？好像是，应该是吧。你是几年的呀？快点。你是00后吗？对，我是00后，我是02年的。哇塞，长得好漂亮。谢谢。真的。对，02年的。같이 요，依然。正在看你的直播。OK， 那啥学的？是啥的？没有，在日喀则。哦，有。一个是考完了。在珠峰的脚下。珠峰的脚下，哇哦。珠峰大本营啊。应该差不多吧？啊，你先考好的对啊？你啷对？不是，再猜一下。最名的开始对啊？我猜一下，我那个姐是名的，定的。哦，对。我底下俺能决定了解中用没吧？你底下的培育组队也大概的可能薪资那怕培育中没呗？俺就是定的吧，你啷的这个起涨落度，俺就是定的我那扛不到的创举啊，3万几左右的。对。定价力度，对。之前有过一次地震，还挺严重的。对。是吧？但这不能大一个嘛？我这边说藏语的话，它会封吗？应该不会。已经说了一晚上藏语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因为这个还是我的直播间吧，所以应该不会封。呀，行不行？封个几斤？对，好嘛的。根据以前咱票给记不得，今天小多的是吧？俺工资举报去的。哦，你知道。是他们上海的有呗？俺上海的。来给些年个你几个的？没事啊，咱们送去年代大了。打等到新居了么去？你俺等到到了准备的有嘛的？我记得是到了这团队过了真有嘛的吧？你年的？没事。俺俺做没得去哟，你这去做没得去，俺新白开有嘛的？打等到。你现在参太多人。我的。我真的。今年要我要的。没事。这东西不然我那米这么这通，这些顶着是多，等到俺说是来给些搞不啦？你定义是吧？你出门了不起？我那些那太东西的，俺这了
기부시동에 오늘 태도나 주요년 차장로 오늘 야구시도로 와 차장로 속게들레 첩사부체 야래로 본데서 다들은 꼰다 누드인데서 망차서 능동을 괜찮아도 아 태도세다 기부세나도 선선보다 지. 무슨 별이 난소냐 보겠시냐 기브라죠리. 또 미차장로 인저리 샤문에 시기주데 리양 카시에스 미시. 젠데 오즈라죠리 뭔지. 예 사실 민경아 김도 한다고 하시도. 이제나 나 단다 신내로 와냐간다 디월क्या 디 제랑 아치게다 앉아 중에 네 장이 땜쳐 아시암도 프랑이지 태동디 아주 치게래 가서 쉽지 저기도 유튜브다 페이스북다 인스타그램도 쉽지 당기 어디서 세상 당당한데 그래서 그나저다 유튜브다 앉아 게냐 되게 아 무튼다 앉아 왜 세면 칩체제 거동에디 파티게다 앉아 구브라 아 당보 농라니스네 제조아 난 디네게 가르쳐서 유튜브 나로지 대봐 안 그나저 어디 가리겹도다 이제 세상로 대봐 근데도 이제 쓰기 자가 그 부리게 통주 심로 심고 싶지 되다 이제 로도 아 이제 상다 그나저 닝제 한저 부리 능군 되게 같이 보입니다 이제 통발에 야구 교리 삼전디네 제 야기 러메 이제 스모고다 이제 시라 러메 그래서 치게 이미 상매 가오시랑라 되잖아 그냥 과시와了Germany德国 아 레레스죠 그러면 아니 분자 그제지 오스트레일리아로 쉬어래 그래서 둘이 분도 많고 이게 उसले याको दोसन की ता खंदा YouTube ता कोई खार चैनल है अंजो पूरी ते ता पहले दिन जो पूरी दी जिसो का नंबर द खंडे दो के शेदान खंडे से दो तो जो खंडे दो किना जो न्याम जी चैनल है याको और सिंगर बा जे अंजो जो तारके नालो के को से किना जो खजे के तंदो तारके दान हा고 이주 말에 지게 된거 पूरी खसे के 상야 하고 말에 망치하고 말 가있으나 전에 디발리 요데스 망치디 표기지 더인세디 수코를 조금은 더 안돼 가는 소리 깔리 요동에 디소디 잠을 깔리 요동치네 கொஞ்சம் 망치하고 말에 你想看到 ID 设计切下是看到卡不有有着送有有着 그 카프 요도디 표현이 인지민지 가방라고도 아니 디나로게 동바다 창마 표기미 동바로도 어디서 니 참삼 디네 커먼 치드 커먼 링보든데 제와 삼데 커먼 이게